喺《唐探1900》裏邊有一個好感人嘅畫面，就係王寶強唱咗美國華工嘅一首歌謠。佢唱完之後，我就發現啦，呢首歌謠嘅原版一定係用粵語寫嘅，因為佢最後一句話叫做翻嚟起屋兼買田，一睇就係粵語嘅詞彙同埋語法。其實呢首歌謠就出自廣東台山。今日嚟講下廣東人闖蕩美國嘅故事。有句說話叫做美國華人半台山，即係話喺100幾年前啊，有10幾萬廣東台山嘅華工去美國嗰度修鐵路。佢哋最早落腳嘅地點就係舊金山，粵語叫做三藩市。連李小龍都喺嗰度出世嘅，所以當時美國嘅華人社區都係講粵語嘅分支台山話，當時叫做唐話。咁中國人咧都被稱為唐人。點解叫唐呢？你記唔記得李小龍嘅成名作叫做唐山大兄啊？嗱，呢個唐山咧唔係河北省唐山市，而係指大唐江山啊，就係指舊時嘅中國。因為唐朝咧係中國最強盛嘅時期啊嘛，所以從宋朝開始咧，海外就將中國稱為唐。所以早期華人喺美國講嘅主流語言唔係普通話，而係台山話。喺舊金山揾到錢嘅華僑就叫做金山阿伯。呢啲金山阿伯翻到廣東鄉下之後呢，肯定係衣錦還鄉啦。於是佢哋就按照美國建築風格起咗好多仿西式嘅建築，就叫做開平碉樓，就應咗王寶強唱嗰句歌謠啦，賺得黃金千萬兩，翻嚟起屋兼買田。